係三 C 班簡莉亞。今日呢，我哋就介紹下喺日常生活裏面點樣嚟到除法呢。媽媽買咗一打蛋撻，即係12個蛋撻。咁呢，我妹妹同埋弟弟呢係3個人。咁呢，咁就12個蛋撻，12除3，我哋一齊計下啦。3、4、12，咁即係呢，每人可以食到4個。媽媽又想食蛋撻喎，咁即係呢，我弟弟、妹妹加埋媽媽，咁即係呢，12除以4，4、3、12，咁即係每人可以食到3個。而家爸爸又想食嘅喎，咁即係5個人，咁即係呢，我哋就計12除以5，5、2得10，因為呢5、3、15係大過12啊嘛，咁呢，我哋就用5、2得10，2減0等於2，咁即係呢，每人可以食到2個，剩翻2個。咁剩翻2個，留翻第2日食啦。嘅介紹就去到呢度啦。